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係12月24日平安夜，帶大家快閃潮州2日1夜。今次就唔係獨行，係帶屋企人去旅行。咁老人家行動不便，所以今次嘅旅程呢係唔會追趕景點嘅。我哋朝早10點半深圳北出發，車程大約個半鐘，12點左右就到達潮汕站。大家記得係潮汕站，唔係潮州站落喎。車站到市區都有一段距離，打車大約30分鐘。到市區呢，1點前左右，啱啱好食晏時間。講到潮州地道美食，一定要到雙橋區西馬路，堪稱係潮州市必到嘅小食街。我哋嚟到第一間嘅美食店，係由魚製品見稱嘅老字號18曲老味魚餃店，嗌咗佢嘅招牌5拼全家福，30蚊一碗，超級大份，超級足料，一碗裏面滿足晒你所有嘅願望，包括有炸餃、魚餃、魚生、魚丸同埋魚麵。我哋食完都好滿意，阿媽仲大讚個湯底非常鮮美。食完魚麵喺西馬路呢，都好多店鋪係賣甘草水果油甘汁嘅，咁我哋都買返一支先。選擇都好多嘅，有普通油甘汁，有升級版嘅霸氣油甘汁，有加黃皮嘅，有加橄欖嘅，全部都係5至10蚊不等，非常實惠。買咗霸氣油甘汁，第一口澀，第二口回甘，非常符合潮州人苦盡甘來嘅人生觀。西馬路嘅腐乳雞翼都係出名嘅小食，買咗2隻試下，面衣薄薄地，炸得 OK， 有淡淡嘅腐乳味，係一個唔錯嘅味道。潮州有3寶，都係極具藥用價值嘅涼果，分別係老香圓、老藥桔同埋黃皮古。當中嘅老香黃呢，係有佛手柑嘅成分，化痰止咳，所以我哋都買咗一啲呢去自用同埋送禮嘅。臨走前，老闆仲好熱情咁樣邀請我哋坐低飲啖茶。坐低短短嘅時間，已經體驗到潮州人沖泡功夫茶嘅標準流程，包括洗茶、高沖、低斟、灑木等等流程。老闆請我哋飲嘅係蜜蘭香單叢，飲落去呢，喉嚨非常舒服，而且係真係有淡淡嘅蘭香花味，回甘十足。可惜我哋要趕行程，飲咗3輪呢就要離開啦，未能夠體驗到呢充分浸泡咗嘅茶葉真正香濃嘅味道。出到去又行咗一陣，行完一陣又頸渴，所以又買茶飲。喺潮州呢，飲茶咪叫飲茶，係叫隻爹，即係吃茶咁解。今杯我哋隻雞籠香醇茶。西馬路真係非常之多小食，令到人眼花繚亂。見到一間係賣黑芝麻燉奶，而我本身呢就好鍾意食呢個芝麻糊豆腐花嘅，咁所以一定要試一試佢。點知中伏，燉奶嘅質感呢非常之硬身，而黑芝麻嘅味道呢亦都好淡，所以唔推介。行過咗西馬路呢，我哋就會嚟到潮州必去景點之一開元寺。開元寺始建於唐開元年間，被譽為粵東第一古剎。建築嘅格局融合咗唐、宋、元、明各代嘅風格。原來唐玄宗當年喺全國各地都有去興建開元寺，而潮州嘅開元寺呢，亦都係國家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。開元寺有古代嘅遺風，我哋會發現呢，佢嘅建築屋脊上邊有好多色彩鮮豔嘅裝飾，呢啲係潮汕特有嘅工藝嵌瓷，即係用碎嘅瓷片拼貼成花鳥人物等等嘅標誌。大殿外邊嘅石柱同埋木雕都非常精美，反映咗潮汕木雕多層鏤空嘅極致工藝，俾到人一種萬德莊嚴嘅感覺。離開開元寺，嚟到牌坊街，被譽為係有22座石牌坊嘅英雄榜。
每一座牌坊背後都係一個真實嘅歷史故事或者人物，譬如狀元坊、十相流星坊等等，佢哋曾經被毀滅，而家睇到嘅都係主要根據歷史嘅照片修復而成嘅。行到咁上下，又要整返杯嘢飲先。見到呢間店鋪嘅手搖上邊呢，係附送一個紫砂茶壺仔嘅，非常有潮州嘅特色。店員仲會將一個乾冰呢放落去呢個茶壺仔裏邊，營造出熱騰騰、煙霧瀰漫嘅感覺，係幾有特色嘅，打卡一流。不過飲落呢就麻麻，完全冇奶味，亦都冇茶味。不過叫做買過，影下相就算啦。穿過牌坊街，望到嘅高樓就係港濟樓，係潮州古城7城門樓之首。對面就係港濟橋，係世界最早嘅啟閉式橋樑。潮州有句俗話叫做到港不到潮，枉費走一遭；到潮不到橋，白白走一場。即係意思話你嚟到潮州唔嚟港濟橋就等於白嚟一趟。不過當日我哋好可惜預遲咗時間，趕唔切買票入場。大家下次嚟港濟橋嘅時候呢，就要留意佢嘅開放時間。冬令時間開放時間會縮短，4點鐘停止售票，4點半會清場，去到5點半呢，先會有呢個過河拆橋嘅表演。而咁啱錯過時間，亦都冇帶航拍記錄，所以呢，我就喺上網揾咗啲片段呢，就分享俾大家欣賞下港濟橋。舟車勞頓咗大半日，終於返到去酒店 check in， 嚟到我喺大陸最愛嘅酒店亞朵。點解會特別提今日嘅住宿呢？就係因為訂嘅時候呢，我亦都糾結咗好耐，究竟係訂喺古城區裏邊定係市中心呢？而喺潮州嘅亞朵酒店呢，只有市中心先有分店嘅。而我亦將呢個糾結問題呢問咗幾個的士司機，而佢哋都一致認為呢，建議我哋係住喺市中心而唔係古城嘅。原因係古城區交通不便、環境嘈雜、衛生亦都偏差，所以呢，我就將呢個資訊分享俾大家參考啦。夜晚返到嚟古城食晚飯，嚟到潮汕就必定係食一餐潮汕牛肉火鍋。大眾點評推介呢間觀塘兄弟連鎖店，等我試一試佢先。我哋3個人嗌咗佢嘅2至3人套餐，牛肉方面包括嫩肉、肥牛同埋吊籠。啲人話將條肥牛調轉，而啲肉冇跌落嚟，就代表啲肥牛係新鮮嘅。唔錯，挑戰成功，成個套餐呢都合格。而且呢間分店性價比高，分店又多，所以推薦大家不妨一試。而夜晚我哋再返嚟古城嘅目的，就係要睇佢8點鐘嘅燈光表演。而我哋好犀利，又預遲咗時間，遲咗10分鐘左右，激光表演已經結束。不過我哋覺得一啲都唔可惜，因為相比起鬼五馬六嘅七彩激光，我哋比較鍾意而家單調恬靜嘅港濟橋夜景。夜晚嘅潮州古城都別具特色，推薦大家夜晚都要過嚟逛一下。第2日朝早，酒店包埋早餐。亞朵酒店嘅自助早餐呢，款式都尚算豐富嘅，有各式點心、小菜同埋炸物。當中比較有特色嘅係會有專人煮螺條。哇！佢個豆腐花區域咩事？勁多調料，我就最傳統㗎喇，食豆腐花只需要黃糖。朝早第一個景點嚟到太佛寺，佢係由潮僑捐資興建嘅，按泰國雲石寺規格仿建，展現咗潮汕地區同東南亞密切嘅僑情文化。第2個景點嚟到韓文公祠，韓文公祠依山而建啊，需要有一個好長嘅石階，如果你帶住老人家嘅話呢，就要注意一下啦。
韓文公詞完美咁樣體現咗一個文人同一座城之間嘅關係。話說當年韓愈因為諫刑罰骨被貶到潮州，雖然只係停留咗短短8個月，但係佢驅惡除害，獎勵農桑，興辦教育，完全咁樣改變咗潮州嘅生活，所以潮州人非常感激佢，仲將呢度嘅山改名為韓山，水改名為韓江，呢個亦都喺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嘅。而寺裏邊亦都好多石碑記錄佢嘅功績，同埋後人對於佢嘅尊敬同埋懷念。喺寺內有一棵韓樹，相傳係韓愈親手種植嘅。佢嘅開花狀態喺古代被視為潮州科舉興旺嘅預兆。今日最後嘅景點又返到嚟廣濟橋，因為我哋想體驗一下18艘船24洲由18隻木船組成嘅浮橋，然後行過對面岸。點知天氣關係，因為今日太大風，所以封橋，遊客只可以行到去橋嘅兩端盡頭，唔可以穿過浮橋行過對面岸。我哋都幾犀利，2日內3次嚟到廣濟橋，但係3樣必做嘅全部都完美錯過晒。不過呢個景點係非常值得過嚟遊覽嘅。離開潮州前嘅最後一餐，我哋有2樣嘢想食，滷鵝同埋潮州粥。喺的士大哥推介之下我哋嚟到咗滷鵝先生呢個門店，有齊滷鵝同埋砂鍋粥，一次過滿足晒我哋2個願望。成餐飯都好有驚喜，個滷鵝肉有咬口，但係唔柴。鵝肝就好香濃，滷蛋亦都非常之入味。砂鍋粥熱騰騰滾熱辣，係蝦同蟹嘅雙拼。啲海鮮係新鮮嘅，然後驚喜啲蟹嘅蟹膏亦都非常豐滿。打卡收藏送嘅魚皮亦都異常地優秀。飲飽食醉，非常滿足咁樣離開潮州，準備回程。今次帶住2個老人家，行程唔會有啲咩冒險刺激，亦都唔會好似特種兵咁樣追趕任何景點。旅程未必豐富，不過豐富嘅就係我同屋企人嘅回憶。鍾意呢個系列嘅就記得支持我 Like、Share 同埋留 comment。最緊要記得訂閱我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